好啦，今期六合彩即將會舉行啦，大家電視機熒光幕嗰度都會見到一部六合彩攪珠機。1至49號嘅彩色號碼球已經由下至上、左至右順序排列到，即刻可以開始第68期嘅六合彩現場攪珠。今晚第一個攪出嚟嘅號碼係28號 ，the first draw number is 28。第二個攪出嚟嘅號碼係12號 ，the second draw number is 12。第三個攪出嚟嘅號碼係20號 ，the third draw number is 20。第四個攪出嚟嘅號碼係30號 ，the fourth draw number is 30。第五個攪出嚟嘅號碼係16號 ，the fifth draw number is 16。第六個攪出嚟嘅號碼係19號 ，the sixth draw number is 19。最後一個攪出嚟嘅特別號碼係29號 and the extra number is 29。好啦，今期六合彩已經順利攪出，等我同大家重複一次，分別係有12號、16號、19號、20號、28號、30號，而特別號碼係29號㗎。如果大家想查詢今期六合彩結果，即頭二三獎嘅派彩，請歡迎你致電1835288，又或者可以瀏覽馬會六合彩網頁㗎。咁節目時間到呢度差唔多啦，我哋再一次